One day from Sappor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rry，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札幌市车站前面。那我今天要带大家去モエレヌマ公园哦。那我要带大家去那边体验一些雪上设施。那我现在就要去札幌车站坐地铁，坐那个环状东通站哈。那就大家跟着我一起走吧。我刚刚从札幌车站坐地铁东丰线来到了环状通东站。那我等一下再坐巴士，大约坐25分钟就可以去モエレヌマ公園。那就跟着我一起走吧。我们现在到达了モエレヌマ公園。那我现在走过去体验它的雪上设施了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了モエレヌマ公園，然后在这边你可以体验这个雪盆哦，然后还有这个 snow shoes， 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一座山哦？那我等一下就要走上去哦，然后玩这个雪盆冲下来哦。那モエレ公園本来是一个垃圾掩埋场哦，那之后美化之后啊，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公园了，看到没有？超大的公园。然后这边有个餐厅啊，那冬天就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些雪上设施，春天呢这边也可以赏樱花，那夏天的时候啊，可以来这边骑单车哦，这边一圈啊蛮大一圈的，那我就有来骑过，风景非常的漂亮。那秋天可以来这边赏枫叶哦。又看到这一座山，我等一下就要走上去坐雪盆冲下来哦。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这个公园玩，很大，然后有一些喷泉啊，然后一些游乐设施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餐厅哦。我现在要走到那个山顶啊，然后走这个雪山啊，安全一点的这个爬法就是把你的脚尖插在雪里面，这样就很稳了。我现在已经爬到这一座モエレ山上来了，景色超级漂亮的。然后这里的地标性建筑物就是右前方那个玻璃金字塔哦。玻璃金字塔是这个モエレヌマ公园里面最象征性的标志哦，也是公园内里面的中心设施哦。哇，一望无际啊！哎 ，Let's go！ 等一下我就要穿这个 snow shoes 去森林那边散步了，跟着我一起走吧。那我现在就在公园里面穿着这个 snow shoes 在散步哦。那穿这个就蛮安全的，走在雪里面比较不会不稳定。那我看到前面那一个小小的森林啊，走一下就好了。札幌市的冬天啊，很多不同的雪上活动可以玩啊，像大家最常的就是滑雪啊。那像大家可以下次来也可以体用这个 snow shoes，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啊。那我们快走到前面这个森林了，哇，看到其他人在这边运动，哇，他们这个也蛮酷的。哇，这两旁的树木还是蛮青翠的，蛮绿的，稍微运动一下。因为札幌市的冬天啊，像打篮球啊、网球，在户外都不可以，所以最主要的就是一些雪上的活动。我们就往前走到一个小山坡上面，看一下前面的风景如何。走这个也蛮累的，真的有运动到，加油！1、2、1、2，哇！从左手边望过去，这个モエレ山很漂亮，
还有一些树木搭配，看起来很像在很高的山上的景色。等一下我逛完摩耶内鲁马口诶，要带大家去吃汤咖喱哦。汤咖喱也是札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美食，特别在这个冷冷的冬天哦，吃那个 Super 咖喱，那个咖喱汤真的很暖心哦，而且很下饭。我都会点一大碗白饭哦，要把它吃光光。耶！我走出来了，おはよう。終わりました。スーパーカレー食べに行く。那我们刚刚离开了摩耶内鲁马口诶，来到了这一家 Super 咖喱。那 Super 咖喱在札幌市就是一个必吃的美食。那我们来到这一家叫做阿酱档，40年前就开业了，可以差不多就是 Super 咖喱的元祖哦。那我今天就点这一道，叫做鶏咖喱。然后这边是 Minky No.1 的，那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鸡腿，还有这个蔬菜哦。那我们今天就吃这一道哦，1000块日币，肚子非常的饿，好期待哦。然后这一道啊，它这个汤底啊是用30种香料跟15种汉方药材制作而成的。那这边的汤啊是属于比较清爽型的，没有那么浓厚。那搭配这个北海道的这个里面有青椒、萝卜啦，还有一个很大的鸡腿哦，然后搭配这个白饭哦，就非常的下饭，好吃哦。那我现在就要开动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那我先吃它，那我先喝它一口汤。然后这个汤真的非常的清爽，然后喝下去马上就可以尝到那种药膳的味道。然后微辣的，我觉得非常符合这个我们东南亚的人的口味。然后这个 Super 咖喱就要搭配一点白饭，很下饭。只是不用搭配任何的蔬菜跟这个鸡肉，非常的好吃。我们再吃一点鸡肉。它这个鸡肉已经切好了，鸡肉非常嫩，真的太满足了。刚刚我吃这个青椒，这青椒非常的清爽，非常的鲜甜，然后这个萝卜很大一块哦。吃起来非常的有咬劲。我觉得台湾人会非常喜欢这个汤，因为它有浓浓的药膳味，就好像我们台湾那种有一点点那种药膳排骨的味道。但是这个却是札幌的 Super 咖喱，哇，超好吃的！整个 Super 咖喱完食了。然后刚好来这边吃这个 Super 咖喱，刚好它有药膳的一个汤底哦，所以整个吃完这个 Super 咖喱啊，就是整个心啊，整个身体都暖了起来，我觉得非常的推荐哦。那你之后啊，下次冬天来到北海道啊，来到札幌市啊，那就可以去摩耶内鲁马口那边玩。那玩完之后呢，就可以来到这一家 Super 咖喱。吃一下这个有30种的这个香料跟15种汉方药材的，很清爽又带有一点微辣的这种 Super 咖喱，非常的好吃，非常推荐大家来吃哦。那今天也就这样咯，下次来札幌摩耶内鲁马口加 Super 咖喱 One Day from Sapporo， 我是 Jerry， 一定要来吃哦，拜拜。